现在中选会公告24个国民党立委罢免案成案，7月26就要来投票，还佫有2案等咧审查，有5案爱补件。民进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预测，第2波罢免的7个拿赢的立委会甲8月23的公投做伙投票。另外，罢免民进党立委李坤城，还佫有陈俊武的人数，因为无达到条件，所以是拢宣布无成案。我们这边努力过了，但是最后抢救失败，非常抱歉。罢免民进党李坤城、领衔人宋建良今日会议内正式宣告罢免拢无成功。罢免民进党立委陈俊武的罢团嘛宣布罢免失败，表示因为真侪因素考虑，决定无送件，国家所有人事用水消处理，确保各自安全。为民服务，无分党派，我将会继续来履行当时竞选的承诺。全台各地针对国民党立委提出罢免案有31席，进前中选会公告24席拿委罢免案成立，会伫7月26举行投票。各地罢免拿委案当中，目前也有5区当地补件，罢团早起召开记者会，催2阶段补件。到现在留下来还在补件的中巴，其实真的就是最艰困、最吃力的地方。中巴呢还缺了1500份，才有办法可以送件。各委员也会在他所属各地的这个地检署去提告，正式告发这些大团，他们伪造甚至死亡联署。国民党团这支一届提议2届人数重复比例悬，嘛要提过。那为反罢免并7月26投票前修法3民刑法案，包括普发现金，暗过叫郭建明批评违法违宪。普发现金是违法违宪的，那国家前期为了怕被罢免，哪就会危险嘛？我们大概在7月初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处理普发现金1万元，所以我要问民进党，你们是不是要继续的打？反这大罢免随投票率，选情之夜是关键。国民党一定要伫7月25办选情之夜做势，开刀是众人小真爱所在。郭建明阁预测，第2波罢免的7个拿委会甲8月23公投白做伙投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